这个特色游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它是用军事为主题的一个公园，所以说它整个在施作包括的过程当中，细腻度就要比较高一点。那总共我们用了1500万，接下来我们有特工盟相关的一个团体来跟我们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设施的一个体验，然后也经过蛮多人的一个游戏玩的以后，认为这个游戏其实是非常符合在地的一个文化跟在地的一个工程。总共我们有投入了将近6亿1000多万元的一个经费来施作，会在黄市长的任内能够将整个一个特色公园能够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完成。那希望未来我们朝着到每一个区都有一个特色游戏公园。为什么会建立这样军事的公园？因为这个是以前建村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考量到我们施作这个公园，就是从我们以前建村以前这个是陆军比较多。所以你看，我们那个看来有碉堡有那个钢丝网那整个构想是根据这样的构想。最主要有分大概5大区域，堡垒游戏区跟工兵车，还有我们的军事涵洞跟我们的500障碍，然后给小龄朋友的一个秋千游戏区。那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些结合一些军事训练像攀爬的一些行为，还有一些挑战的特色。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检查。平时园区原来是一个平时营区，有的军方的营区。那我们经过重划之后，这个地方产生出来的新的这个公园，我们当然是要以原来的这个所谓的军事主题为这个目标。相信很多亲子之间对于台南市的第一个军事特色的这个公园一定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有交通特色的公园，有军事特色的公园，还有其他许多特色的公园都能够展现那个地方的因地制宜能够建构一个适合亲子共游共融的一个游戏的场地。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6月7日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永康区5号暗时发生驾驶外漏事件，相关单位伫第一时间就马上前往处理，也毋过超过14点钟，规暝一直找无源头伫咧底。6号永康区议员朱正轩市政总指询，就检讨市会缺失。一方面要求强化正确的管线图文资料，另外更希望模具管线嘛爱汰换。台南市上桥伫5号暗时7点外，接到永康中正北路有瓦斯外漏，经过侦测，因为浓度有危险性，现场除了布水线来防护，甚至封锁甲着疏散人群，但经过几暗，却一直找无泄漏的源头。上午当地议员朱正轩透过市政总质询嘛提出关心，要求市府一定要强化管线的图文资料。应该要把这个图资重新的更新建构起来，尤其是针对这种埋设很久的这些老旧管线的图资，一定要找出来，这样子可以有效的缩减我们在救灾的时候、应急的时候，可以赶快找到管线的这个时程。虽然后来上局长伫9点35左右接到已经找到泄漏的地点，相关的单位嘛进行全力的抢修。对此，市府干务局嘛回应，因为部分的管线年代久远，造成导致较无完整。未来会编列经费进行更新，甲的整合。陆续跟相关的单位做一个调阅，然后现在新的一个资料，只要有新的一个相关的物资，我们就把它包括到 X 坐标、Y 坐标、G 坐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位置，我们都会把它纳到整个一个我们新的一个系统里面。事实上这几年也陆续在做，但是过去因为太少了，所以说这重建的过程中也比较困难。那我们也会持续在做。对瓦斯泄漏到找出泄漏的点，整个过程超过14点钟。议员朱正轩除了要求市府要强化管线的导资，另外针对盐行等开发较早的地区，因为管线老旧，议员嘛要求市府要督促管线单位
全面来盘点并且做汰换。针对这件雅士外漏事件，市府嘛将依照天然气事业法来追究责任，并督促业者落实广线的检测，加得维护。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的好消息，行政院确定智慧机器人产业聚落将设伫咧柳营，将替溪北地区带来重大建设。不过，议员又因伫烦恼柳营科技园区3期开发，产业用地只有52公顷外，恐惊无够使用，建议市府赶紧找江边会当利用的土地，做未来扩充使用。台南市未来将成为智慧机器人产业聚落的重点。议员游泳池上午伫市政总质询，首先肯定市府团队成功的争取，希望带动未来溪北地区的重大建设。不过，伫柳营科技工业区3期总面积87公顷，会当利用的产业用地只有53公顷，是毋是有够使用？希望市府加紧来规划周边的土地。对此，市长嘛回应，未来会甲工研院、6甲分院来协调，看是毋是会用释出来组合私人的研发中心。300公顷呢？啊，这52.52通用俩呢？啊，园区有够吗？啊，不够你讲要另外争取嘛，敢是？你左边的啦吼。对，个利用个扩展出来，未来嘛无排除讲4期，但因为即马3期才当你报编公务员即地。啊，即马第2阶段就是因为即马6科3是要报编，报编了我环评了，差不多1、2冬后才会当开始，所以这段时间公务员来用上紧。啊，等6科的3期的用好，啊，即马双双进驻，啊，即马开始想讲，双双开始进驻，开始想讲，啊，咱即马进驻较足踊跃的，咱是毋是搁开拓4期？议员游泳池一方面希望市长伫咧最后1冬外的任期，会用来完成溪北地区重大的建设以外。另外嘛，建议市长为了建设，该开钱就爱开钱，莫为了省钱起来省负债。对此，市长嘛回应，负债省100亿，一冬就减2亿的利息支出，未来会利用折价出来的利息来作为地方的建设。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不管是全国原住民运动会，也是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当中，台南的原住民朋友拢摕到非常好的成绩。议员用爱达理以台南好，原住民才会好的理念，建议市府伫未来经费一定爱变复足，选手嘛爱持续培养。欢迎台南市进场。议员用爱达理以伫今年全国原住民运动会摕到7金7银9铜的成绩，加上今年全中运台南48金42银63铜的好成绩当中，原住民身份都有6金7银甲6铜。因此，议员以着台南好，原住民才会好的理念，希望市府伫个2026采购的预算，变得2027全国原住民运动会预算一定要充足。我们对于明年的培训经费来讲，大概会怎么分担？大概额度是多少？你也不要是好像就说啊，我们去年是多少，我们就照多少，不要这样想。其实都要做一个预变的计划嘛。所以我才讲说那是匡列，我刚刚列的表都是匡列计划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把它弄出来。再来这些持续的训练里面，刚刚也提到日常的这个拔擢等等。现在有一个重点是什么？我真心觉得体育这件事情，大家真的不要老是在那边讲3级，那已经 low 掉了。台南市今天为什么留才留不住？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4级的眼光，我们并没有5级的视野。议员认为，在今年10月份，台南市定的原住民西拉雅有可能到2027年会成为法定的原住民。因此，议员嘛希望教育局甲体育局会用来发掘各项目有潜力的选手，留调人才，提前为2027全国原住民运动会来培育人才。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新市天赛站持续推动在地老化、社区合作，6号举办17周年感恩大会，感谢社会各界持续关怀的善心人士。华山新市爱心天赛站庆祝成立17周年，
特别选伫咧新市青宝宫活动中心办理感恩茶会，活动现场来了诚侪长期支持的善心人士前来同乐。托马头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早来泰国表演，甲现场的长辈欢喜互动。除了小朋友鼓做表演，视听芳香工作室也特别为长辈准备了精油料理。陈亮宏地政师也伫现场提供反诈骗以及法律咨询，还有新市农会公庙代表等等，拢做伙来关怀华山的长辈。推动就是在地老化、社区互助的理念。那本次的活动，有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除了有社政单位的宣导之外，然后还有精油放松的服务，以及地政士咨询，然后还有番茄幼儿园的太鼓表演开场，然后跟中信科大的带领长辈们做伸展运动的服务。现在有很多就是中间地带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上有老下有小，可能没办法照顾那么的全面。那就是希望有一些就是在地的一些社区可以一同协助，邻里之间可以互相的帮忙，这样子大家才能就是互助。因为每个人毕竟都会老，所以也希望在变老的路上，有大家互相的帮忙。中信科大休闲运动管理系师生特别为长辈量身打造一套温和舒适的活力操，带领长辈运动放松。这些单位用各种方式共同关心社区长辈。华山新市爱心体彩站感谢所有人的善心善意，也希望有更多朋友做伙加入关心长辈行列。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国历6月7日，旧历9月11日，台湾复兴风庙为人工圣诞千秋，庙方举办接受大典以外，更特别办理慈善关怀活动，除了关注白米等物资，也佮发送2000块现金，予台南市6区的低收入户以及弱势家庭。各区区长拢特别前往颁奖感谢状，现场气氛相当温馨。来听诸位的访问。今仔带迄个咱台湾复兴风庙吼，复兴王为人讲的圣诞，咱以即天来照往年时常来发放迄个1、2款全台南迄个1、2款的低收入户，白米10公斤1包，救济金1000，咱原来进行原来20外档啊，就照以往来发旧台南市的全区的，中西区、南区、东区、北区、安南区，安尼遮各区，民众。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日本大胃王冠军和田大志展开跨国挑战，去到台南一间牛肉料理餐厅挑战15公斤的牛肉王面，伫1点钟内底全部食了，就当得到奖金5800块。体重45公斤的伊。只开了45分钟，就把规碗的牛肉王面吃了。2023日本火力全开大胃王比赛获得冠军的和田大志，这次特别跨海来到台南挑战15公斤牛霸王面。餐厅业者在厨房料理食材时，和田大志就站在窗外看着，像是在刺探军情一样。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等铜锣一响，挑战开始。和田大志不疾不徐，先把牛小排捞出切块，策略是将最好咀嚼的牛肉优先干掉，之后再把面跟汤慢慢吃完，一切按照自己的节奏，脸上表情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硬撑。餐厅老板张志宏表示，牛霸王面挑战过去只有一位台湾的女大胃王小慧挑战成功，
不过看到和田大志只花了10分钟就快把牛肉吃光，已经开始叫柜台准备奖金了。有一些民众有挑战4块居多。那挑战成功大概有几组？目前挑战成功就只有小慧，有小慧而已。对，就小慧1位。那你觉得他的实力？你目前看起来，你觉得他有可能挑战成功？目前才开始10分钟就。柜台已经在开始发红包了。时间1分1秒倒数，青花瓷大碗里面的汤跟面也渐渐变得越来越少。比赛剩下最后15分之前，和田大志就完成了15公斤牛霸王面挑战，轻松拿到5800元奖金。和田大胃王也说，这家的牛肉很鲜，汤很好喝，但这个菜单不是普通人能挑战的。やっぱり正直。一般の方が挑戦するのもかなりきついなっていうチャレンジメニューだと思います。とにかくお肉がすごく柔らかい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お肉って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お腹の中できつくなる食材なので、あと重たい最後平打ち麺が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きつくなるので、その辺も踏まえて結構やっぱり難易度が高いなっていうのを感じました。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かった。牛肉の旨味がスープにちゃんと入ってて、すごく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はい。吃完牛霸王面，体重45公斤的和田大志，肚子好像也没变大多少，仿佛刚刚吃的全部吃进异次元中，恐怖实力不得不服。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妇幼医区这几天来积极推动友善多元温柔生产，嘛就是常常咧讲的水中生产。4月初就一对母仔囝顺利完成。蔡小姐与夫婿以及他们的1双儿女，加上刚满月的男婴宝宝，在助产师林玉琴与联医妇幼院区团队陪同下，一起为宝宝满月祝贺。这是台北市联合医院妇幼院区首例以水中生产方式诞生的宝宝。然后了解，然后我自己也参与了解。以前都觉得没关系啊，交给医生处理就好了，就只有这种心态。可是我其实看到妇产科医生，其实他们真的太多人需要他们了，他们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也知道说，其实我们的参与有多了解，其实也是跟他们一起共同去努力的感觉。那会选择在妇幼院，主要是因为我还是很希望跟我的助产师能够一起迎接这个宝宝。那玉琴就跟我推荐妇幼医院这样子。那我们其实觉得这一次可以完成水中生产，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像梦想实现的感觉。因为我其实第一胎就是希望可以，好像了解之后想要去经历这个最自然，然后让宝宝也很舒服的过程。但我就是不想下水，第2胎来不及下水，第3胎就是真的很，其实真的很感动，就是整个过程是非常平安、很顺利。其实凌晨4点开始宫缩，然后我其实画面都记得，就是从急诊室的入口进来，然后坐电梯，就是我其实受到很多的照顾跟帮助。然后我觉得在那个产房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在回想的时候，当然阵痛真的很痛，对。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痛已经不会记得那么清楚。可是我记得，我就是在痛的时候，听见大家的护理师，然后助产师，然后我的先生，然后我自己感受到，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或是不知道要怎么开始去合作。可是，在整个过程，我觉得我感受到就是一个协同、一个合一的过程。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感谢我的妇产科医生的医师，就是我觉得那是他的成全，我才有办法跟助产师一起合作。那我只记得。我就是进到水里面，我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哦。然后他们因为有点赤裸的在大家面前，有些时候我觉得旁边的人的眼神或者话语，其实对一个产妇来讲，真的我们来不及管我们颜面了。但是我记得我坐在水里面的时候，我的助产师就跟我说：“妈妈，你现在好美丽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在这个 moment 还可以被称赞，就是觉得。其实我当下说不出来，可是我其实都记得。然后，整个在产房里面，包括院内的护理师们，大家都会帮我加油，或者有些时候不说些什么，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温柔的陪伴。
蔡小姐在充气水床内生下宝宝与全家的合照，以及与医护团队的合照。蔡小姐已是3宝妈，前2次生产都是由助产师协助生产，第3胎选择以水中生产方式产下，对蔡小姐来说是一次的圆梦之旅。其实在台湾推行水中生产已经10多年了。对，然后在医疗院所，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诊所都已经有产池，就是自己的水池。对，那妇幼这边是我们自己带，就是充气式的水池过来协助他做水中生产的。那个这推行会很困难吗？还是说其实？我觉得不是困难，就是大家不了解。对，是因为不了解，然后就会觉得说，好，会不会有什么感染的风险啦？水要不要就是要完全消毒过的水啊，等等这些。但其实台湾的水质是很好的，就是台北市的水都可以打开来直接喝了。对，所以其实在台湾其实水质的方面倒是不用担心。我自己的经验其实是有，就是住在北投，然后他们的水打开都是温泉水那种就真的不适合。但如果是一般的自来水啊，都是 OK 的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才有办法进行水中生产，对，就它不算是困难，就是只是说它可能有一些需要去配合的，比如说妈妈跟宝宝的状况，就是他的生命真相都要稳定啊，然后体力要足够啊，等等这些条件都符合才有办法执行水中生产。所以像这个个案，它其实虽然是到第3胎才真的可以完成它水中生产的梦想，对，就要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之下。然后他前期是跟助产师合作的，那在最后一段生产的时候，因为林副总他有些行程安排，在最后生产的时候是我跟助产师协助一起完成了这个 case 这样子。特殊性对我们来说还蛮大的。第一个就是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处理的案例过，那在前置作业其实很重要，就包括说我们必须去了解以及去准备说，水中生产有什么风险，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设备条件，才可以去降低妈妈跟宝宝的风险，那这要去了解。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以前也没有特别去重视，或者是说还没有办法有余力去重视这一块需求的妈妈。那接下来我们做了第一个案例之后，接下来有需求或者是说有这样的兴趣的妈妈，我们都可以尽力的去配合他们的需求，这样子。所以可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这有2件事情要特别讲。第一个是说，先讲水中生产的好处嘛。那我为什么会有些妈妈选择水中生产？那是因为我们目前说有4大好处。第一个就是说可以缩短产程，然后促进妈妈的放松跟缓解焦虑。那医学证实也有说它可以降低妈妈的疼痛。再来就是说降低会阴部的撕裂伤，这些好处都是有被佐证过的。那在我们医院不断提供水中生产这样服务，跟居家的水中生产的差异性又在更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及时的医疗的协助。因为在居家的水中生产是很温柔、很舒适的环境，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少数出现的紧急状况，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处理。那如果我们在医院的环境提供水中生产的话，大部分的状况都是很顺利的。那如果有紧急需要医疗的协助介入的时候，我们的动作是非常快的，所以对妈妈跟对宝宝来说都非常的大增它的安全度跟那个医疗的那个介入的可进性这样子。妇幼院区推动友善多元温柔生产，依循医师与助产师的团队合作照护模式，理念核心在于尊重孕产妇的需求，参与生产过程的决策，同时提供专业评估、咨询、关怀，建立母婴亲善环境，降低生产风险。记者温俊台北报道。可是我其实看到妇产科医生，其实他们因这台北下海新丰夜205回圣诞，台北市大同区公所特别举办蛋黄祭，结合菜鸡表演、在地文化、市立场馆等多项活动，替新丰夜暖手，活络大道厅相传。太平国
国小学生带来精彩醒狮及歌仔戏演出，为城隍老爷祝寿，也为活动揭开序幕。大同区公所在台北霞海城隍老爷205岁生日前，特别推出2025练练大稻埕城隍生日趴蛋黄祭活动，集结表演团体与民众共襄盛举。还有热闹的彩街祝寿嘉年华，展现大稻埕丰富的文化底蕴。我们大家知道，迪化街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真的文化底蕴，而且非常有温度的地方。我每次来到大稻埕啊，刚刚看到掌声在哪里，就知道我们的热情在哪里，人情味。所以啊，大同区我们办理了一系列活动，准备来跟咱新丰牙庆生，一起让迪化街炒热这个气氛。没错，我们下午的活动啊，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除了办理彩街祝寿，大家最期待的之外，我们还有办理一系列的寻找神队友的闯关活动。真的，我想要邀请大家来找找我们新丰牙文武判官，还有范谢将军。我们还办理了很多静态的神明故事展、神明 live show 的音乐。没错，最主要让大家在边听音乐的支持啊，也并了解到我们大稻埕的文化。彩色的烛光起闪耀，快乐的诞生在今朝。台北霞海城隍庙管理人陈文文虔诚的献唱一曲为城隍老爷祝寿，地方商圈艺文团体也携手参与，展现大稻埕社区凝聚力与文化底蕴。现场还设有即将寻找神队友闯关活动，串联40间店家及城隍庙5尊神明，只要完成任务即可参加抽奖，让地方产业魅力被更多人看见。因为今天早上下着大雨，其实还有点担心的哈。其实我们今年的主视觉，我觉得是把欧洲的元素全部都呈现在内的哦，像我们的夜光灰啊、松果核啊，然后雨林绿啊，还有炭灰色啊。其实，以我们服装产业来讲，其实颜色越缤纷呢，代表景气已经转好了。我是希望说，在城隍爷的波比之下，我们大稻埕呢是会越来越希望店家。大概让5集团，这个城隍庙在国际上非常的知名，很多观光客是冲着城隍庙来，所以也带动我们迪化街很多的生意。现在因为结合时代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年轻人比较多，而且结合这些创意啊，所以我们今年庆祝城隍爷的城隍祭呢，就用这种方式来献给各位了。同时也希望说大家能够为了迪化商圈，或者为了整个大稻埕。能够蓬勃发展。台北霞海城隍文化节蛋黄祭系列活动将持续到6月9号，包含音乐会、酬神戏、市集及圣诞祭典，邀请民众共襄盛举，感受百年城隍文化的魅力，一同为城隍老爷献上满满祝福。记者李启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7日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杨淑慧，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
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